小白兔蹦蹦跳跳的到面包房，问老板：“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呀？”老板说：“啊，真抱歉，没有100个小面包。”这样啊，小白兔垂头丧气的走了。第二天，小白兔蹦蹦跳跳的到面包房，老板：“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呀？”老板说：“对不起，还是没有。”就这样，小白兔又垂头丧气的走了。第3天，小白兔蹦蹦跳跳的到面包房，老板：“有没有100个小面包啊？”老板这次高兴的说：“有了有了，今天我们有100个小面包了。”小白兔掏出了钱说：“太好了，我买2个呀。2个？我也刚读到这儿。下一个故事，有一只小白兔快乐地奔跑在森林中，它就一直跑呀，一直跑，一直跑呀，一直跑，它跑呀跑，跑到喘不上气来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最近挺好的。谈女朋友了吗？没有。该考虑了。没有合适的吗？就是工作太忙了。其实生活跟事业要一起会更好一些。文凯呢？他那个担保公司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你呢？你那个青年公寓的推广计划还顺利吗？你怎么知道呀？小柯顺便跟我提了一嘴。也还不错。你们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来电了。小柯说他马上就到家了。啊。谢谢小桃子的干爸、干妈，辛苦你们了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谢谢你哈。我这是惊喜呢，还是意外呢，还是巧合呢？巧合加意外。我是不是回来的有点太早了？不是，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我这脚趾都要抠出你们家这2室一厅了。对了，你面试怎么样？我面试的挺好的，公司也挺好的，但人家问了我的基本情况，我没撒谎。人家一听我的情况，就说可能难了。没事儿，还有1年。对，工作还可以再找嘛。然然。
来3、2、1，茄子。需要我帮你们俩也拍张照片吗？哦，好呀，给啊，走。来看一下啊，1、2、3，茄子。周姐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我这马上要出去面试了。我还得1个多小时呢。那你尽快吧啊！哎，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刘科吗？你哪位啊？啊，你好，我们看过你的简历了，你的工作能力呢，我们觉得没有问题，但是综合考虑了一下，我们还是觉得你不太合适。下午的面试你就不用来参加了。今天不用去了吗？啊，对，不用了。挂了啊。谢谢。小桃子，你别闹了！妈妈呀！对不起，妈妈啊！不哭了，对不起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你们还真是有眼光啊！周瑜现在都在酒吧驻唱了，像这样的人，会有什么前途啊？你竟然还签了他，还想培养他来代替珊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陆总，我当过周瑜的助理经纪，这个人脑子灵活，很懂得粉丝的喜好。之前就是因为被公司绑架，所以他就……这些都不重要，周瑜的性格，还有他的负面新闻，都会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。这些你们都考虑过没有？但正是因为他现在极度缺钱，我们跟他签的合同里可以把公司分成提到最高。行不行啊？别说了，陆总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我是这家公司的 CEO， 运营的事情我来负责，这是我们签订合同之前就定好的。可你却一次又一次的越权，珊珊走不走，用不用周瑜，这件事情由我来定，不需要征得您的同意。现在公司面临这么大的困境，你的意思，我无权过问吗？您的权利只有一个，要不要开董事会解雇我？只要我还是 CEO， 这件事情我说了算。陆总、林总，大家都消消气，大家也都是为了公司的前景着想。好，我就看你这次的表现。如果用周瑜证明你是对的，以后我就不干涉公司运营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发这么大火，受不了了。现在周瑜能不能火起来，事关你前途喽。我看人很准，不会错。火锅？不了，我还有事。
你不是做商务顾问的吗？做腻了，转行。怎么样？路子还行吧？还凑合吧。那帮忙介绍几个朋友呗。兄弟，啊，我说你这个计划真的是恰逢其时。我女朋友现在正在做青年公寓的事儿，正在为出租率的事情发愁。你这个计划的话，恰好就是双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呀！我来凑成这事儿，你放心啊。好。你怎么样了呀？你先说。哦，冉冉给我找了一个新的保姆，人特别好，照顾小桃子，你放心吧啊。好，挺好。那你工作怎么样啊？哦，我找到工作了啊，找到一份新工作，还是在幼儿园当老师。这个公司啊，比以前还高600块钱呢。而且这个主要离家特别近，这样白天周姐照顾小桃子，我晚上照顾小桃子，小桃子就不孤单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小桃子现在每天晚上睡觉踢我的被子啊，闹腾死了，跟你特别像。对，跟我小时候像。是不是遗传你？遗传我。那小桃子有没有叫我爸爸啊？叫了。我每天晚上都跟小桃子说，她的爸爸是个特别勇敢的男人，是保护她和妈妈的大英雄。那你以后一定要多跟他说我们俩的故事啊。这样，你把你想和小桃子说的话写在信上，然后我念给她听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写。注意身体啊。哎，想你。冰姐，青年公寓不是一直面临租金高、出租率低的问题吗？这个方案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。咱们以低价租给租客，1月1000，付给房东则是1月1200。看似我们是亏了，但实际上呢，租金是1年1收，房租是1月1付，这样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池。大学生刚毕业，负担不起这个费用，无忧租房咱们租给他，然后每月一偿还。好了，不用解释，我都看完了。其实，这就是捆绑青年公寓，向年轻人兜售金融产品。青年公寓没有风险，这不是最好的吗？哼，说的简单，一旦爆雷呢？这不会的，这肯定不会的。你用什么保证一定不会？一旦爆雷，租客必找青年公寓的麻烦。我看你那个朋友啊，是想玩金融游戏，空手套白狼。作为投资人，把风险全部压在客户身上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这算盘打得倒是挺响的。冰姐，我这个朋友呢，冉冉也认识，他至少是不会坑我的。具体有什么细节的话，咱们到时候可以面聊。我也是为了冉冉好，为了这个计划，是吧，冉冉？好吧，我回去再考虑考虑。我下午还有个会，你们俩先聊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冰姐。行，方案我再看看。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瑜小鱼。我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没有任何理由。现在在这里给小鱼的粉丝们道个歉。所以现在小鱼就踏踏实实给大家推荐好东西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是重庆人，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些重庆本地的好东西，比如这一罐，重庆山里土生土长的辣椒酱，纯手工制作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。辣椒酱对口腔以及肠胃会起到刺激作用，促进肠胃蠕动、健脾，促进消化，促进食欲，而且口感非常不错。冉冉，刚才冰姐否决我的项目书，你怎么都不帮我说一句话？
怎么不站我这一边啊？小凯，在商言商，这不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。我明白了。昨天晚上我把这个方案发给你的时候，你就认定它不可信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叫严总过来就是为了打击我啊？我不是让他过来打击你，我要是想打击你，我就直接跟你说，不会绕弯子，我不是那种风格呀。那你什么意思嘛？我凭自己的直觉觉得这个案子是不可信的，但是我的商业经验又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我想让冰姐过来做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。公正的评价？他怎么就是公正的评价了？我没那么笨，我知道这个方案有问题，可是没有哪个项目书是没有问题的，没有完美的。咱们可以坐下来商榷，咱们可以讨论嘛。李文凯，你能不能不管这件事儿？我不管，我这都是为你好。卢子睿他有这个钱，他又是我朋友，刚好就可以帮你，他也是一片好心啊。这不是好不好心的问题，这是生意。我知道，你就是不信任我。我到底哪儿做错了吗？我就是想和你一起工作，我想多一点时间陪你，我怎么做错了？你为什么总是对我有偏见啊？你要是讨厌我的话，那你跟我直说啊。你说完了吗？我没说完。小桃子生日宴的照片是谁拍的？林依晨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你要是那天问我，我就会告诉你。你说完了是吗？该我说了。李文凯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冷静一段时间，分开一下。然然，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不信任你的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刚才对你发脾气，对不起。不是你，然然，李文凯，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东西，你不用道歉的。当时你说要跟我分手，不是说分手，我是说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，好好考虑一下问题出在哪儿了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然然，然然，你听我说。松手。你做啥子了？做耳老舌的？我在想，给我闺女写什么呢？哎，你闺女好大哟！一周08天喽。那你写个屁呀！她能看懂啊？你懂个屁！你知道胎教是什么吗？啊，就是要那种跟人说话的感觉。我把信往家里寄，我媳妇儿跟我闺女一说，我这个当老汉儿啊，就跟我闺女说话了。对对对，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，我天天在媳妇儿肚子旁边跟她讲话。我现在女儿和我亲得很，真的？真的。那你写不出来，你随便叨叨啥子就可以噻。你小时候喜欢听别个叨叨说，现在啊，小朋友都喜欢听故事。对呀，杨大头，你可以呀。写故事，写故事，写啥子故事呢？不管怎样，他都是因为他在乎我。我是不是话说的太重了？周宇老师，我们开始了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
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小鱼来向各位报道了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小鱼的老本行。Music。冬天吃什么不干燥，还比较温暖。重庆山里培育一等的精致辣椒，朝天椒加上大蒜、生姜，精致这一罐。可是拌饭拌面加馒头，吃到你心酸。看着红红绿绿颜色，让我心里好悬。林奕成，林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周瑜的粉丝量已经超过珊珊了。我看这次陆总还有什么话可说。这次算是赌赢了。晚上喝点庆祝一下。啊，今晚我有事儿，改天我请你。我先走了。每天下班都有事儿。小桃子，来，小桃子，好乖呀！哎呀呀！小桃子，干爸来看你来了。哎，你也在啊？小柯给买奶粉还有玩具。成哥，你太破费了吧？哎，没事儿。哎，这啥呀，小桃子？这是什么呀？有没有想干爸？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那么着急下班，就怕你出什么事情，就跟过来看看。不介绍一下吗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也是我的搭档欣雅。啊，这位是刘珂，我好兄弟的媳妇儿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呢是小桃子，刘珂的女儿，也是我干女儿。Hello， 小桃子。这位是王然，我大学同学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小桃子，你好可爱呀！我是你干爸特别好的朋友，姐姐这次不知道你在，下次带你买玩具、买衣服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哥，我们带小桃子出去逛一圈吧，你们俩先聊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来，小桃子，宝贝，我们出去玩啦！走喽，走了。干妈带你去买棒棒糖，走。一个干爸，一个干妈，要不把干字去掉得了，是不是林一成？人家有男朋友，你别乱说话。有男朋友好啊，竞争对手才一个。欣雅，这是我的生活，我希望你下次不要这样。好了好了，我道歉。我不是看你最近总那么着急下班，也不加班了，我怕你出什么事情嘛。这不是为了你，为了公司好吗？姐，我忽然发现，好像事业越顺利，人越觉得孤独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成长就在一夜之间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这条路再苦再累，你都要坚持下去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来。对了，姐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上个星期听一个朋友说，在拉萨看到傅老师了。你又要去找他？以前我总是觉得这日子等着等着就过去了，可是当我听到傅老师的消息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早就应该去找他。这些年的时间就这么浪费了，因为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出现他这样的人了。那份美好永远都抹不去。爱一个人就要全力以赴，不留遗憾，对吗？当你全力以赴的时候，你就是最幸福的。趁我自己现在还有力气，再努力一次。至于能不能找到，就要看老天了。
啊，对了，我走之后呢，这个店就要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如果我很长时间不回来的话，你看看是转让还是怎么样，你来定，我都可以。好。反正石颗牙也等不到他了，这个店就留给你，你回来帮我管理。姐，这么多年，你做了这么多事儿，值得吗？值得。我去帮你加点酒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搬回来住吧。成哥，一路走好。成哥还喘气儿呢，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有点煽情。行了，以后这个店就靠你们两个守着，我随时回来，这还是我们大本营。成哥，随时回来打拳。哎，成哥，随时回来陪我打游戏。龟儿子，经常回来喝酒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小秋，也照顾好大宇。走了。放心吧。嗯。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滚！妈，妈，在加大惩治腐败工作力度方面，黄树前，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万374件，其中前妈，你怎么了？想看？不是怎么了？不是老李，你疯了吗？你干嘛？不是你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必须要做我做的事儿。爸，我求你了，别离婚行吗？我求你了。你妈没跟你说清楚吗？协议已经签了，财产已经分割完毕。不是这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就要离婚啊？吵吵闹闹，我烦了，我实在累了。这个理由可以成立吗？你们吵吵闹闹大半辈子，不是一样过来了吗？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小。那我上大学呢？那时候不算长大。那我现在也没长大。你必须长大。老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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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要是真走了，那你就真成老李了。我不是一直都是老李吗？爸。妈。
到底为什么要离婚啊？我跟你爸已经离婚了，随他吧。